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看我们的一同领导7分钟。7分钟，让我们一起灵修祷告，愿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在疫情的当中，我们仍然可以在灵里彼此的关心、彼此的交通。最近我到花园里面去看花草树木的时候，心里有相当大的悸动。我不是一个画家，我也不是一个很会画画的人，或是很会用颜色的人。但是我发现，在我的花圃里面有很多的植物，它们都是绿色的，但是绿色是不一样的绿，让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受，就是上帝真是奇妙，他创造的绿有不一样的绿，蓝色有不一样的蓝色，每一样的花草树木都有它自己的颜色，是相当美丽的。包括我们人也是一样，我们人也有不同的人种，或是有不同的肤色，都是上帝美好的创造。所以创世纪里面的第1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，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。圣经的第1章的第1节说，上帝创造天地，上帝创造了一切，包括你我都是上帝所造的。上帝是创造的主，然而包括他所创造的一切，他在创造的当中，他都给了一个评语。圣经上说，上帝看着是好的。这个好字在希伯来文里面，或者是在这个语词里面有这样的意味，除了好、美善的意思以外，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平衡。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平衡的，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相当的平衡跟美好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看到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给你带来一些的美善，给你带来一些的平衡？包括上帝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，也要让我们能够进到好的里面，不单是美善，而且是平衡的。当你在工作的时候，也需要有休息的时候；当你在清醒的时候，也需要有睡觉的时候；当你要休息吃饭，但是你同时也要有一些付出跟努力工作的时间。所以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在上帝的创造里面看到那些的美好，并且圣经里面在创世纪的第1章的26节里面提到，上帝用他的形象跟样式来造人，所以人具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，而且上帝给他们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他们去管理他所造的一切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一早开始的时候，你有想到上帝要你好好管理哪些事物吗？包括你怎么样打理好自己，这也是管理；包括你怎么样运用你的时间，这也是管理；包括你怎么样去控制你今天要做哪些事情，吃哪些的东西，这些都需要管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帮助我们，上帝给我们好的形象，就是用他的形象来造我们，这是内在的。上帝也给我们他的样式，是外在的。我们在外在的形体、内在的形象，都是上帝美好的形象。愿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按照上帝的规律、上帝的方式来管理我们所看到的一切。愿上帝祝福我们平安。